嘴巴一年时间超过，日头也伫身边，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美酸甲蜜甜。大江的呜，爱下落雨，做伙来呜，音乐才有。大家的呜，音乐唱舞，换你来呜，做伙跳舞。伊是日是双水，我留下七八点。我熟悉，记录是袂是你记住咱来老的散步。做伙来，各地各种也是错，要看让人知。一定吃海产，我也想要滚啊，就是爱就清楚讲，我到底我的上重要的是啥物物件，就变做讲咱爱学一寡其他的物件，要互阮介意的物件，互人看到，会当坚持落去。对。莫讲家己无客谈，莫讲家己无够力。这句歌词啦，爱讲这带出上啊无，家孙友好无？啊，小说内底有讲一个想要去关注伊。看恁的表演啊，才有勇气的呢，啊，足大胆的呢。谈一嘴诗，听一段音乐，咱的语言有意，咱的歌有澎湃。台语歌有绵烂过日的汗水，啊嘛有厝边头尾这种的人情味，就亲像生活内底满世界充满气味的声音。欢迎收看海味61号。大家好，我是沙艾克，一个做料理一定爱配歌听的总破塞。台语歌呢有较古早味的传统的。啊，嘛有较新世界创新的，啊有听到有人甲鼓吹啊，这种古调变到搁较现代，啊嘛有人加一寡 jazz 啊、摇滚啊这个元素。今日呢，就来家啊，老的，看大家心中的台语歌生做什么模样。啊，恁平常是教恁家己的囝，还是教孙的时阵啊？你是较传统一寡，还是较创新一寡的啦？即摆社会无共款，咱是大人爱算讲爱较开化的。哦，爱炒啊，你都有更姜哦。对，以创新的方法来走，因为姜它本身就有除湿的效果。厨师，我嘛是厨师，无好笑啊。好，你等下来使甲你做一下。你平常时你厝的敢会听歌？厝的家己也不舒服，也是无啥怪所在。歌啥会歌？传统的也是演歌的拢会使。若有一人双人所看的月圆，就类似这种歌。啊，你敢有拄过迄种看起来足恐怖的人客？有啊。虽然讲听的歌是较保守、较传统，啊，毋过过孙的时阵是较新派的，较创新一寡。讲到创新啊，要甲大家介绍的这组乐团啊，因就亲像甲古早的歌调放伫个现代的编制内面，伫鼓声啊，佮有吉他之间，传统甲新声甲做伙，因台语呢唱出台湾新的口令甲想法，先来欣赏这条西港杨阿花的万事美妙。将我
嘛无重要。人若会晓变巧，万事拢会真美妙。欢迎西公演会，这应该是第2摆登来咱的节目啊，对不？我大概听你的音乐的时阵，我有一种感觉，就是那像是咧读一个故事咧。啊，我想要问恁讲，恁一路行来是安怎一直去重新思考用台语创作这件代志？这会使讲到讲我个人对这个语言的想法啦。啊，我就咧思考讲，其实我家己是较介意拢完全讲共一，譬如讲我即马甲你讲这就讲这，我就袂讲，我的头壳敢若无法度互我跳来跳去，就是嘛足客。啊，但是就是趣味就趣味伫咧，阮生活讲的华语的时阵，我家己会想讲，我若要甲变做台语要安怎讲？比如讲，迄个足自然的迄个国语要安怎讲？浑然天成嘛，浑然天成，就排番的对不？唔知安怎讲。啊，个我定定有一个字，我嘛唔知要安怎讲，文青要安怎讲？对啊。文艺青年，文艺青年，听起来就爱读这个。这足奇怪哦，所以讲，这就是定定爱思考的代志。啊，除咗听恁表演这条万事美妙吧，歌词内底啊，其实你伫中和迄种，我感觉若像咧安慰家己安尼，什么代志拢袂要紧，什么代志拢是 OK 的，安尼敢对？对，因为迄个较早，其实咱台湾有足侪宗教的。啊，有其中有2款宗教是，自较早到即马大家拢是多2款，就是比较甲计较，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人讲唔听，鬼看哭哭惊，所以我想讲，我教大家讲，嘛唔是干那教大家哦，嘛是教提醒我家己讲，莫定定甲人比较，就是本来咱对一个物件是热情的，啊，因为讲定定咧去想甲人咧比较。啊，你变做你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咧无欢喜，是咧一个较唔是遐正面的物件，所以我想讲用这个万事美妙，要来互听众朋友有一个较好的正能量。正能量吧。所以就是希望用这条歌，互大家安尼较轻松的，家己快乐就好。对。啊，恁敢自细汉出来都拢是讲台语，还是讲华语较济？我细汉时阵拢会甲阿嬷讲台语，啊，毋过就是大汉了后，就是较济拢讲国语啦，啊，就是像我即马讲甲哩哩啦啦安尼。你阿嬷会甲你骂无？伊袂啦。阮阿嬷会骂，我一句讲袂认得啊。真正。台湾囡仔袂晓讲台湾，笑死啦。
所以你细汉出来，就是跟你讲华语较侪还是台语较侪？我就伊可能讲足紧，我听无，我就去。你就直接你直接安尼教出来。我感觉艺术哪像是一个足认真的吼，伊哪像就是用遮侪时间啊、遮侪功夫去学你的台语吗？这就是我最想要做的代志。所以其实就是你拄下讲认真，还是讲咱台湾话讲骨力。这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你有兴趣，因为其实有人会讲，哦，你是台湾人，你应该会晓讲台湾话。但是我感觉这唔对，相当唔对，因为这个讲台湾话的族群，有人咧做插花，有人咧做礼品，有人咧做鼓仔灯，有人咧做车鼓灯，有足侪项的。啊，你无可能逐项拢学，你讲台湾人唔对，逐项拢学，唔是你爱学你有兴趣的。所以我感觉就是大家爱加去接触，啊选一个有兴趣的，啊唔是讲你就一定爱学多少。哇，咱做回来感谢咱艺硕老师的分享哦，真正是给你要给你学这个台语词的啦。兴趣最重要。爱做给你介意的代志啦。对，你爱选你有兴趣。啊，恁曹操表演的这条《重新出发》啦，我家己听起来感觉其实都有一种，咱曹操有讲到嘛，正能量安尼。啊，毋过一般甲别人讲的，就是讲，妹妹啊，你爱加油哦。啊，伫这条歌内面有迄种搭伫你的肩胛头，安尼给你摇，对你大声话讲，你着要继续拍拼，较骨力一寡安尼。为什么会写这种遮强的正能量的歌哈？因为较早看迄个电视广告啊，明仔载开力。包，你希望有这种，我大家听着才拍拼的，徛起来，较骨力的少年囡仔，莫伫规工伫遐懒惰。对，几点嘛，我唔起床啊。你是在讲我嘛？大家来困到倒的迄种人。因为写歌、唱歌趣味，就是讲你会当换角色啊。这嘛是学这个台湾话趣味的所在，你会当知影讲，较早的人。会是我观念啊，迄个时代因的想法，因为甲伊的语言做伙保留来啊。对，然后做戏像那趣味，就是做啥物角伊成啥物角啊，也就足趣味的。所以唱歌嘛是共款，这我感觉这个艺术足趣味。无怪我听恁的歌啊，其实拢真正就有画面的。啊，有另外一个问题哦，想要请教咱艺硕老师一个，就是讲。你会感觉以台语写歌、华语写歌还是英文写歌，有啥物分别还是无共款的所在？这个咱汉语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大家国文若有较早有咧认真。开始上课啊，大家较注意的哦。平常起立，什么意思？你知影啥意思？
欣赏去入是吗？就是讲，伫咧音乐顶头听起来上特别就是粒声，因为粒声就是足短。哦，你的意思是讲，伊若换一个声调，其实就会当有同款的意思嘛。对。所以变做讲，拄啊，即个重新出发，你看重新出发这两字拢对。就是粒声。啊，歌词的内底有啥？简单。竟然弄捌。拢捌，我捌你捌我，迄个捌，够啥？够力。有够力。无力。来高级啊，来高级啊。有底嘛，啊底听起来要有节奏。所以就是我感觉用这个台语的这个特色来用，最趣味。我刚才当讲，恁两个其实是互一较甲节奏有关系。啊，恁家己来做音乐，敢有感觉台语甲恁的乐器有啥物关系无？因为阮的歌有使用一寡南北管的乐器，啊，阮若是用迄英文歌的方式来弹，就会足奇怪。所以讲，就是阮就会去熟悉一寡南北管的乐器使用的方式安尼，像咱的艺兴就学一寡锣鼓，嘿啊。哦，艺兴足够的哦。足够。啊，恁即马今年嘛成团11年嘛，先恭喜一下，我感觉要做一件代志，11年实在是无简单安尼。啊，恁感觉恁即马甲过去比起来，敢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讲较早咧写歌较简单啦，就是你袂去想讲这出去要安怎共介绍，这出去要安怎宣传，要安怎下广告。爱考虑这侪代志的，唔那是干那写歌尔。那写尔，啊，即马就是变做有这侪代志，啊，就是爱就清楚讲，我到底我的上重要的是啥物物件，就变做讲咱爱学一款其他的物件，要互阮介意的物件，互人看到，会当坚持落去。对。啊，请问你两位，你感觉成团11年够简单？当然是无简单啊，就是因为像阮咧编曲的时阵吼，就是。我嘛是要熟悉艺术的伊的方式安尼，啊有时阵嘛是要甲艺兴讨论，啊就是这个过程就爱磨啦，嘿啊。啊艺兴的你感觉？有这两个足够的团员，啥物拢简单。拢免烦恼，你着欢喜拍鼓就好啊。对。听起来足赞的呢。啊上尾啊，你要来表演的这条叫做艺术家。其实是受到恁第一张专辑内面嘛，啊，你若想到要表演这条歌来做今日节目的收尾。哦，就是阮常常伫咧表演的时阵，就是会用这条歌来收尾安尼，就是因为以前的台语歌拢有参考一寡日本演歌的元素，啊，大家若是听到迄款的元素，就会感觉讲，足熟悉，啊，包括一寡内底的歌词，比如讲。拢是咧操蛋啊，还是去美术馆找冷气啊，就是大家听到就是拢就有共鸣的安尼。咱昨仔伫中其实有讲到讲，恁写歌啊歌词内面较无介意甲人口舌嘛，对无？我较介意。哦，我听做较无介意。无啦，我较介意啊，我就足多啊，对。因为我想到上尾这条歌艺术家。其实有淡薄咧口舌艺术家，这个就是咧搞口舌艺术家。哦，这明显的，我感觉伤简单啊呢。那想要甲因口舌哈？因为因就是拢比因的艺术康，艺术康拢讲出来啊。无啦，因为我家己是大学甲研究所是学艺术的，啊，我感觉讲艺术就是会足深入的去讨论一寡贴合的问题，所以我就想讲，其实嘛足接听的啦，就是有的人会感觉讲。哦，是安怎是真个金蕉啊？用铁片搭伫壁顶，或者艺术。啊，我就想讲，我会使用这款人的想法来写一条歌。原来如此，我阁是你是咧口舌恁家己咧。啊，咱最后咧就做回来欣赏这条口舌艺术家的艺术家，拍声。我。拢是咧操蛋，路上会顶迄闪是等你几半暝，你甲咱约束放袂记，行来行去，孤单的滋味，规气来去美术馆找冷气。转
志，愈看愈生气。艺术家，艺术家，你敢袂嘴干？艺术家，艺术家。操蛋，人生的起起伏伏，亲像一出戏。敢讲是命运来创治？繁华的都市，身躯无早钱，为起来去蜜原这风雨。一堆理，讲一堆道理，讲甲会达志，愈看愈生气。艺术家，艺术家，你敢袂嘴干？艺术家，艺术家。若是讲到传统的乐器，还有故事的套烂呢，你一定要熟悉这组乐团，因叫做庄卡人。因的歌呢，唔那干那音乐哦，还有文学。听因的歌，就亲像咧读一篇一篇的文章安尼，甲你游进去过去，那像咧看一出电影咧安尼啦。先来听的第一条歌叫做《罗汉》。
欢迎曾卡人，搁一摆来到咱海味61号的现场。拄则这条罗汉啊，这是咧讲啥哈？罗汉这条歌吼，我咧写的时阵，我咧写讲，因为我住嘉义庙的会秀镇，啊，是一个做针卡，那做田的一个针头。啊，阮遐有一寡迄个阿伯啊，细汉时吼，就对落热色，伊拢无做啥物正经的代志，可能带我去钓鱼啊，钓迄个水鸡。遮好诶，带你去佚佗。带我佚佗，哦，感觉会做自由诶，啊，敢若超脱啦。所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迄个佛教的罗汉，另外一个是即个罗汉卡的罗汉。讲人高薪，无嫁出迄种诶，是拢。感觉写字啊、写册啊，搁有写歌甲唱歌，敢有啥物无共款诶？搁一个较困难，还是安怎？我其实一开始咧学的是文学，啊，应该是感觉初生做兴趣的，所以开始做音乐。我感觉两个上大的无共是文学写作的时阵是做个人的，啊，较恬静。啊，迄个恬静毋是讲真正都无啥物活动，头内底做一活动。但是咧做音乐的时阵，有做一个即个声音爱可能爱大爱唱，爱甲一个身体拢是有关系。啊，我感觉做演出的时候，现场所有的观众，哇，迄个情绪吼，全部安走出来。哦，讲到你现场的表演的时阵啊，我有看过，伊会唱歌唱的，就甲这红布安尼目睭空开，就跟若像这红布共款。你是平常时有咧管吗？还是安怎？我咧演出的时阵吼，我要出征哦，有一个一句歌词啊，爱讲一个台出上啊无，家孙有好无？啊，小说内底有讲一个想要去观众去看恁的表演啊，才有勇气的呢，啊，足大胆的呢。伊是去想话啦。伊只观众佫要画讲有哦。你讲应该要画有无？爱叫因画有哦。是咧办代志是不是啊？这我细汉应该说，其实伊原本的意思是祝福啊，祝福当这大家规家伙啊平安。啊，讲到这啊，伫网络面顶有足侪网友互恁食做足特别的称呼。足排练的，比如讲新兴的台文的乐团，啊，搁有哦台语的文艺复兴，啊是讲迄历史的民族的摇滚，你家己想怎看？这伤伟大啊啦！你无遮伟大吗？无遐伟大，就是你想讲要实在该大的土地啦，该大的故乡。啊，你安怎感觉？我是感觉阮的乐团就是在用音乐咧讲故事，啊，加上的这个小说来到这会安尼。啊，拄仔有讲到这个夜观，其实为什么伊会看红布？其实嘛是甲这个夜观的这个假设这个设定有淡薄关系。因为夜观伫迄个小说内底是讲会带这个已经过身的人转去过桥啊去阳世间看伊的亲人。就是讲，伊伫咧现场的时阵，就亲像阮会带这观众做伙去过桥吗？过桥去看家己的亲人，安尼淡薄这种意思啦。我即摆笑出来淡薄歹势讲意思，去看你的表演，真系就勇敢的呢。
头早这条拜托萨啦，我感觉听起来就特别的，内底有八卦嘛，啊，搁有结合一寡 rock 安尼，啊，听起来若像细汉的时阵去庙会耍，遮老咧足青草的啊，这条歌是安怎写出来？拜托萨这条歌其实是这个专辑的第一个开篇啦，开篇就听开篇曲。啊，迄个想讲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讲爱用八卦来改。迄个时阵就选这个八卦的《新普天路》这个曲牌来改。因为我想要重现我细汉时听到的声音，迄个声音毋是完全同款的，是我家己理解过的。所以迄个时阵我甲这条歌的这个制作人是这个陈国军，啊，还有这个做合作的是西贡江会艺硕，啊，做伙来做这条歌。艺硕嘛，到最后来到三江，因为伊是八卦的专门的。我是无想到讲八卦会当甲电子的吉他教最好，我听的时阵想讲哇，这两个乐器合起来足浪漫着安尼。啊，这个歌名叫做拜托萨，托萨该是迄食的迄鱼啊，托萨。啊，无代志去拜鱼啊，创啥？这升起的这个话音啦，就是迄个，是较像咧话拜菩萨甲拜托萨。你伫咧害我，我感觉你伫咧害我讲一寡无礼貌的代志，是有拜托萨的话音。菩萨啦，你好，你害着。菩萨，嘿。哦，想要甲这两个概念斗做伙安尼。哦，啊，恁庄卡人啊是全部用台语来创作的对不？啊，像别个乐团啊，因佫有用一寡像华语啊，还是英语啊，甚至讲俚语。恁感觉安尼表演的时阵，敢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演出的时阵，我感觉因为台语是我的母语，所以对我来讲，讲这个语言的时阵，我感觉伊会甲我细汉生活的记忆连做伙。啊，另外是台语的音较济，所以咧唱歌的时候，特别有力。特别有力吗？叫人过桥上特别有力。要阁叫人过桥啊！你好好唱歌，敢有遮困难？你拢袂惊着？袂啊！你第一个，伊第一个，你敢会记伊第一个叫人过桥的时阵？袂记哩啊，因为已经足惯势啊，已经足惯势啊。哦。啊，今仔日咧上尾一条歌叫做写好你一条温柔的歌，这嘛是恁罗汉三部曲的上尾一条嘛，对不？啊，看这条歌的 MV 的时阵啊，我就是感动甲会安尼。淡薄仔目眶红红，无想到讲吉他甲八角会才合着啊！这条歌是咧写啥？其实因为小说甲专辑咧讲的故事，拢讲家己。我咧重新识识家己是过去的历史的时阵，啊，都看到一寡228是恐怖，啊，迄时阵的故事，啊，咧看上我有感觉讲哇，当咧写这个故事，理解这个故事，理解这个土地发生什么代志。我最想要做一件代志是。迄个时阵，迄个受难者，伫嘉义火车头献上。啊，我想要伫 MV 内底，要叫因转来用世间看卖，看即马台湾，看即马嘉义市变做啥物款。所以我就互因行迄当时因游行的迄个路线，一直到嘉义火车头，重新看嘉义市即马的模样是安怎。我这。听到这感动啊！感谢你甲咱做伙分享安尼。啊，你平常时嘛有咧写小说嘛，对不？你迄个夜观巡场，听讲一定请到国外去啊！你有去迄修女的册店表演对不？是。你足够的呢！啊，去遐表演是啥物感觉？我感觉足特别的，因为伊讲过桥嘛，我迄个时候就甲迄个韩国人嘛知影过桥什么意思？系我就现场教伊安怎画，叫伊画有哦。啊，你甲我画出来？有。应该知影什么意思？唔知。还是倒来画的对吗？啊，你这个去韩国，敢有去别的所在表演，还是主要去迄个册店？册店有表演，另外还有去当地即个独立册店，内底演出，甲即个作家唐诗红，都做伙演。啊，毋过韩国人应该拢听无，你是咧讲遮严肃啊，还是讲228啊，还是咧讲一寡地方的迄种雅俗？安尼敢有办法通？因为小说有翻做韩文嘛。啊，所以伊嘛差不多会当了解迄歌的意思是毋是？但迄时我感觉讲，可能台语歌因听无感觉，但是现场哇，做跳起来，做跳起来吗？做跳舞，迄流有出来，流有出来。哇，实在是我感觉音乐啊，还有文学的结合，真正是不得了安尼。啊，即马嘛差不多行到咱今日节目上后壁。今年敢有啥物特别的计划，当分享一下？刷来我搁继续写第二部《夜观巡场》第二部作品啊，是写歌还是写册？
两个共款做伙下。你一摆拢爱出遮多呢？嘿，啊都较慢。还有一寡时间啦，嘿是。足期待，咱最后呢，就做伙来感受一个庄卡人的写互你一条温柔的歌。写给阮的心情，无烦无恼，迄个下晡藏伫心肝。我无你较绝，你无我开活，莫想你甲我的甜才相活。热天爱我穿衫，寒天爱穿好看。穿着想风想人想暗，拢是土嘛。你爱我烫衫，上下伊的形领，若是脚慢，都对着阮上拍拍。我是快活，若是两人来相拄我。你讲你有心事，心事来变情事，予我来真忧愁。若是我会当来甲你相拄我。是你，心情会快活，写予你一条温柔的歌，写予你一条温柔的歌，写予你一条温柔的歌。写予你一条，我无你敢有差？你无我是快活，若是两人来相拄我。你讲你有心事，心事来变情事，予我来真忧愁。若是我。
今日呢，咱听到西贡杨仔花，还有庄卡人，拢是用台语来表现传统甲创新。西贡杨仔花用音乐甲北管的灵魂扯转来，还有新的编辑来表演。庄卡人呢，颠倒性过去的故事，谱出新的声音。其实台语歌毋是讲古早还是现代，倒一个较好，迄种一刀切的二分法。颠倒是传统，还有创新拢做伙。安尼才有一致丰富的台语歌曲的出现。我是沙爱克，海美61号，再会，拜拜。